针对国会这款修法案的复议案无通过这立法院的表决，行政院表示讲，因会提出释宪。参与青鸟行动的民间团体就表示，因会组成法定之友，把民间的意见送到宪法法庭。另外，也有法律学者认为，提出释宪的单位可能唔系行政院，因为这摆修法可能会牵涉到总统府监察院的权力，这两个单位也可能斗阵来申请释宪。罗西北河烧热的天气，立法院周边民间团体发起的青鸟行动，支持行政院复议案的民众，希望知影复议案补过，不过也是号码清理，继续踮伫咧现场。拜五立法院表决无通过行政院对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行政院表示会提出释宪。民间团体讲会就专家学者组成法定之友，向大法官提供人民的意见。宪法诉讼法第20条有规定。人民或团体可以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专业意见或资料给宪法法庭参考，这就是所谓的法庭之友。把对于这一次国会滥权法案的意见，透过法庭之友的意见书送进宪法法庭里。法律学者吴福宪捌因为认为立法程序有问题，内容违宪，发起联署，得到百外的法律界学者参与联署，要求退回法案。伊分析这摆复议案审议流程有按照规定行，若是按照台湾五权分立的概念，这摆修法受影响的唔那是行政院尔。伊认为监察院、总统府也有权提出释宪。国会调查的部分啊，可能跟这监察院都有关系啊，因为监察院嘛有调查权，啊有可能的刑事的水产业职权是发生冲突的，所以监察院是有机会会使申请释宪的。啊，但是国情报告就像监察院看其实无行政院是无关系啊，所以因若去申请的时阵就无适格。宪法法庭有10个大法官，其中有7个大法官的任期到10月31为止。现大法官需要立法院同意才通上任。吴福宪认为，若准相关部会申请释宪的脚步会当较紧嘞。按照目前宪法法庭摆案的行程，大法官若愿意摆案申请释宪了后，上紧有机会通伫2个月左右做出判决。记者郭文耀开台北报道。